City Lab 嘅訪問，我係主持阿慈。今日好開心可以邀請到兩位動畫師同我哋上嚟一齊傾下偈。你哋好，你哋可唔可以自我介紹下呢？我叫馮展鵬，我係一個漫畫家同埋插畫師。我係江記，我有做漫畫、動畫同埋視覺藝術。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上映咗一套動畫，就叫做《世外》。而展鵬哥可唔可以咁樣稱呼你？好。而展鵬哥咧就係其中一位 illustrator，就係入邊嘅 first illustrator 嚟嘅。咁所以我就想問翻展鵬哥，究竟呢一個《世外》嘅創作，你係點樣參與嘅？當初我係負責layout 啦，叫做第一原畫嗰部分啦，同埋其實我做咗42個 shot。但係其實係得嗰2秒嘅啫，最後唔係得2分鐘，係啦，得2分鐘嘅結局前嗰個場景。哦，明白明白。咁除咗最近《世外》呢套戲之外咧，我知道江記其實咧喺幾年前都有出過一個作品，就叫做《離騷幻覺》。你介唔介意又講下呢個短片嘅生成咧？好啊，嗰陣時係參加咗2020年嘅時候動畫支援計劃，同埋由眾籌兩邊嘅 resources 去到攞到個資源拍成嘅，最後尾就拍咗一個大概10分鐘嘅動畫短片。咁就喺嗰一年就啱啱差唔多係20年、21年之間就去發布嘅。咁以我所知，呢一套短片咧，其實相當前衛嘅。即係用嘅顏色好大膽啦，同埋係講一啲未來人啊科技，但係當時係2017就開始眾籌喎。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 idea 咧？主要離騷幻覺成個故仔其實係由屈原嘅故事改編嘅，咁係一個好大膽嘅假設。如果秦始皇得到永生之後，個世界會變成點咧？就變成一個 cyberpunk 嘅世界。咁其實因為覺得我哋成日講科幻嘅時候都係望住未來。但係我哋覺得好多答案其實喺過去入邊揾翻嚟嘅，咁就用一個古代嘅視角去睇未來嘅世界係點樣樣。明白。因為最近我相信大家都俾網絡上好多 AI 嘅片嚟充斥住眼球，即係你已經分唔到係真係假，但係估唔到你嗰陣已經走得好前，就係探討緊呢個科技嘅嘢，所以就相當有趣。因為我覺得例如喺製作呢條片都係幾年前嘅事，咁當中你覺得遇到最大困難係咩呢？我覺得製作嘅時候遇到2個主要嘅難度嘅香港，咁一係資源啦，二係人手啦。咁相比起而家今時今日嗰陣時，要揾到嘅人手未必係咁充裕，同埋大家嘅經驗未必咁豐富，尤其是係以一個稍為具備工業模式嘅條件，嗰種經驗唔係好豐富。如果相比起而家我哋有咗世外嘅經驗嘅時候比較，嗰陣時係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好大嘅困難嚟嘅。另外資源上面亦都係一個因為我哋唔同，譬如日本嗰啲發展好成熟嘅地方啦，佢哋有好多已經習慣咗投放資源落去動畫相關產業嘅投資者，咁所以我哋要揾到呢啲資源係難嘅。但係嗰陣時都有好多屬於政府或者我哋由眾籌其他方式集合翻嚟嘅 resources， 咁都可以度過嗰段時期嘅製作情況。好，咁我又想問下展鵬哥啦。雖然而家就科技先進咗啦，不過今次你就係自己一個負責晒呢一個部分啊嘛。你又覺得呢個會唔會係困難之一呢？其實因為佢本身有俾 storyboard 我嘅，咁我要做嘅嘢咧就係如何將佢嗰段劇情嘅演技同埋氣氛同埋動作做得到。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我唔係一個好有創意嘅人嚟嘅，我對比起江記啦，我唔係行創意派嘅，所以我會偏向咗點樣去演繹一個應該要有嘅畫面，同埋嗰個情緒同埋演技嗰樣嘢，係。即係可能就會喺針對點樣 visualize 嗰件事呈現出嚟。明白。咁我想問下呢一套電影啦，佢當中涉及咗同咁多位動畫師合作，咁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困難之一呢？因為可能要
夾翻，例如大家嘅風格啊，統一翻之類，會唔會有呢啲問題？又唔會喎，因為導演 Tommy 佢會落手落腳執嗰啲嘢。係啊係啊，佢有因為動畫有一個部分叫做作畫監修。咁因為有好多，正如你所講，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負責一套電影，咁你有好多每個只會有一啲唔同嘅風格咁就需要一個或者兩個嘅director 去睇翻成件事，點講咧？統一翻嗰個風格咯，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做嗰 part 唔算好難夾嘅同佢哋，係。明白明白。咁世外作為一個長電影啦，即係除咗畫面嘅呈現重要之餘咧，storytelling 都好重要。咁你又覺得呢一 part 會唔會都係困難之一咧？我又覺得嗱 storytelling 我諗係編劇負責嘅東西啦。咁當然去到之後咧就要導演同埋譬如我哋呢啲叫做第一原畫點樣去將編劇要表達嘅嘢嘅演技又好，氣氛又好表達出嚟啦。我覺得喺我嚟講，我覺得呢 part 唔難嘅，係啦，或者係我比較擅長嘅嘢咯，係。好，江記你啱提到咧，你嘅 project 係當初以眾籌嘅形式去發起招募噶嘛？咁我想問點解你會想用呢個形式嘅當初？因為我覺得香港正如頭先講，冇一個好成熟嘅工業去 support 住嗰個 investment， 所以我覺得要盡量揾唔同嘅 resources 同埋可能性。咁當時眾籌係相對比較新興啲嘅一個方式，咁我覺得可以直接同觀眾去溝通，同埋其實除咗嗰個金錢嘅 support 之外，我覺得好重要嗰樣嘢係大家可以 create 到一個 community 一個關係，大家完成一個作品嗰個關係。咁我覺得呢樣係我好珍惜嘅東西嚟嘅。咁當時係幫到呢件事有幾大幫助咧？嗰陣時我哋諗咗一個數目係可以完成嗰陣時嘅想像嘅長片啦，但係最後尾係未去到嗰個 budget 嘅，但係最後尾個 budget 都夠我哋做一個10分鐘嘅短片。咁其實嗰個 support 係好重要嘅。有咗嗰次短片之後呢，我哋可以去外國嘅一啲 screening 啊，咁好幸運，譬如可以攞到獎啊。去到今日，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做展覽，去到介紹呢個作品俾觀眾睇。其實個源頭都係嚟自於大家嘅 support 啦。好，都恭喜你哋係有攞獎同埋世外都係好多人討論嘅電影啦。咁我想問下，如果喺海外又或者香港攞唔同嘅動畫獎，對你哋未來做動畫呢條路有幾大幫助呢？我覺得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嗰個除咗話你有咗個獎係一個開心同肯定之外，其實好多時頒獎禮係俾大家交流嘅一個地方嚟嘅。你透過呢啲活動，你可以認識到唔同地方嘅人啊，或者製作人啊。就係透過嗰啲活動知道，哦，原來呢個地方有人做緊啲咁樣嘅嘢嘅，或者有人知道，哦，原來香港有人做 animation 嘅。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咁所以我覺得獎項其實係唔係最重要，你點樣透過呢啲活動去到將佢再推出去係更加重要嘅嘢。展鵬哥又點睇咧？對於獎項係啊，對大家嘅幫助。江記都講晒啦，其實最主要嘅優點，最主要嘅用處都江記都講晒啦。明白。咁啱啱就提到最重要係俾大家知道香港動畫同香港動畫師係默默耕耘緊啦。咁我想問下，其實香港動畫喺業界嚟講，你覺得係點樣嘅一回事嘅而家，或者國際嚟講？我覺得好多時大家都會 compare 香港嘅環境同其他地方嘅環境。咁我覺得如果香港以作為一個工業咁去想像呢，其實同其他成熟嘅地方，北美、歐洲、日本都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嘅。但係我唔認為香港冇動畫工業嘅，佢只係細同埋未有咁多人識啫。但係其實正如世外嘅出現，我哋見到香港嘅 scale， 佢雖然細，但係冇阻礙佢做一啲有 quality 嘅嘢。我覺得但係實際要人認識到係真係困難，即係譬如如果你日本你好隨意就攞到可能10幾個故事係大家認識嘅，但係香港好難做到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唯有逐樣做，
每一次有機會做到嗰個作品就盡力做好佢，同埋大家用力推出去。咁我覺得係慢慢，譬如10年前想像唔到，我哋今年有2套香港動畫作品係入到金馬電影節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鼓舞嘅。係啦，等我諗一陣先。我以為你感煙諗翻香港動畫爭氣啊咁樣啲嘢。咁濕隻眼有一滴眼因為我淚負面嘅個人，我好驚講咗啲好負面嘅嘢。唔緊要。咁或者你覺得乜嘢係香港動畫都得？我自己覺得其實香港人做嘅動畫就係香港動畫，係啦。咁當然我諗唔係大家都知道嘅。香港除咗嗰個市場細啦，其實成個技術層面都落後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可能10年至10幾年左右。咁但係我最近係知道有好多開始做緊一啲外國動畫、日本動畫嘅代工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嘅，因為除咗做一啲個人嘅作品啦，同埋一啲咁世外個人作品啦，但係其實係難㗎嘛。即係你要出到離騷幻覺，你要出到世外，其實係一件好痛苦同埋好難嘅事嚟㗎嘛。咁所以透過做代工，令到你成個工業嗰個技術層面不停咁樣去提高，我覺得對於你哋我哋之後發表，就算我哋想發表一啲 IP 作品，都好有幫助咯。有冇話點解香港比起其他地方係會比較慢呢？發展得動畫上？因為呢一個就係 IP 嘅問題啦。香港係冇乜一啲，可唔可以叫流行文化咧？漫畫又好，其實香港嘅 IP 係好沒落嘅呢方面。咁既然冇 IP，咁就係等於冇市場啦。冇市場就冇公開啦，冇公開就相對地會少好多人繼續投身喺呢一個行業度。咁所以而家投身喺呢個行業度嘅人咧，都係我叫做燒緊肝啦。係。明白。而世外今次好有趣嘅地方就係，譬如動用咗唔同嘅香港動畫師之餘，都係動用翻我哋本土嘅一啲可能係藝人朋友啊嚟做翻配音呢個工作。我諗都係想推動翻成件事，就係香港出品啊必屬佳品咁樣嘅感覺咯，就比較同埋將嗰啲唔同元素嘅流行文化可以升翻埋一齊。明白。咦，咁都有幾有趣喎！我覺得譬如世外同埋離騷幻覺呢兩個作品嘅對比，因為你呢個短片就係比較點樣形容咧？好脫俗啊，係啦，有啲抽象，非主流，非主流。而啱啱你提到世外就係盡量將唔同嘅流行文化融合佢咁樣，而係咯，兩套嘅共通點都係你哋作為香港嘅動畫師就係想俾大家睇到呢個就係香港動畫嘅作品，就係咁樣。係啊，希望俾大家見到香港動畫嘅可能性咯。其實漫畫動畫都係，即係我覺得雖然話佢個市場好似細咗啦，咁但係如果你對比以前香港作品嘅風格，其實係闊咗好多嘅，即係各種類型都有。即係fantasy，我當世外係 fantasy 啦，離騷幻覺係科幻啦。或者Man 真佢會畫 Star War 嘅作品，咁其實你以前係想像唔到嘅。明白。所以都係希望喺呢個創作嘅環境下，大家都可以百花齊放，將自己中意嘅門派就 show 俾大家睇。絕對。明白。咁我覺得動畫一個有趣之處就係全靠畫面去呈現你哋想俾觀眾知嘅嘢。咁我想問下你哋點樣透過呢一點呈現嗰個世界觀呢？例如世外就好着重輪迴嘅觀念啦，而你嘅作品都有一種特別嘅美學或者哲學喺入邊，係咯？你會點樣呈現呢個世界觀呢？我好中意睇啲
古代哲學家嘅一啲想法啦。咁我有陣時見到有啲諗法咧好有趣嘅，即係譬如老子佢會成日講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總之咧就係你太過着重自己嘅觀感咧，你就會迷失咗自己嘅內心㗎啦咁樣。咁我成日覺得好有趣嘅，即係你想象古代全部都係山山水水嚟㗎嘛，點解佢哋會覺得佢哋又冇VR， 佢哋又唔會打機，佢哋又唔會 disco， 點解會覺得個內心咁虛耗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有好多諗法都影響咗我嘅創作喺入邊嘅。如果喺個視覺模式入邊咧，呈現出嚟嘅結果就係我用好多好迷幻嘅色彩，去到令到觀眾有一種視覺疲勞喺度。咁其實都係一種象徵住嗰種慾望 dominant 咗一切嘅世界觀喺入邊。呢個係我用色去設計嘅時候，想用顏色去到建構嘅一個世界觀。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啊。哦，明白。即係其實你就係好直接咁樣就係將你想像嘅嘢就俾觀眾睇喎，就係響混合咗。哦，原來你就好留意以前當代嘅人。例如就係屈原，係啦，所以個故事又會有屈原啦，因為佢面對住對故鄉或者對自己個理念失落嗰種沉痛，其實我覺得其實每個時代都有呢個階段，每個人都有經歷呢個階段。佢未必係空間上面同自己嘅故鄉失散咗，或可能時間過咗去，你就覺得以前細個嘅時代翻唔到去。咁呢啲失落感，其實我會傾向用顏色啊、空間啊、鏡頭去到表達咯。因為講到尾，其實動畫本身都係一個電影嘅語言嚟㗎嘛。咁所以其實視覺語言嘅運用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佢由一啲，就算你係一啲文本轉化嘅故事都好啦，點樣抽取入邊嘅視覺元素，可以令到觀眾可以特別適合喺戲院接收呢啲故事係好重要嘅。明白。啱啱都提到你想強調有一種視覺疲勞啦，所以就特登揀咗呢一隻稱為紙紮顏色。我想問係咪都有嘗試特別加翻啲香港元素喺入邊咧？咁我覺得我好中意啲傳統嘅 printing 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將呢啲傳統嘅顏色放喺一啲未來嘅想像，佢嗰個 contrast 會好大。咁會能夠刺激到啲觀眾嘅好奇心，因為我哋平時諗啲科幻嘅嘢都係諗好似Apple 啊啲嘢白雪雪啊好 minimal 啊咁樣，咁我就有時會覺得調轉得唔得嘅咧？咁所以用一啲好傳統嘅印刷嘅顏色放落去個作品度，呢個都係我哋想用顏色作為一個視覺語言去到代替文字講故仔嘅一個方法。明白。所以我睇嗰陣都有一種思想同埋視覺嘅衝擊啊，即係冇諗到橋段上面可以咁樣新舊融合之餘，跟住喺即係畫面上又十分震撼，所以就有一種哇個小宇宙原來可以咁樣嘅感覺咯。睇完就可以俾隻眼休息下。係啊，然之後再想有少餘韻嘅係啊，要睇多次係咁嚟嘅。好，咁我又想問下展鵬哥，你覺得作為 illustrator， 你啱都強調話你好盡力，同埋你嘅強項就係呈現 visualize 嗰個 storyboard， 你又覺得點樣靠呢一步去呈現嗰個世界觀咧？因為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咧，我好中意揣摩導演同埋編劇想講啲乜嘢。好多時寫字嘅人啦，佢未必識用畫面去講一個故仔，即係佢會用文字寫得好好，但係佢可能腦入邊未必有一啲好 visualize 嘅嘢。咁我就會好習慣揣摩導演想點樣。咁因為我個角色話 layout artist 嚟講啦，咁其實我有啲似 camman 嘅，係啦。咁我要因為動畫有視覺嘅嘢啦，其實仲有好多嘢聲音啦，同埋我覺得另一樣嘢都好緊要嘅節奏，即係每一個 shot 同 shot 之間，你幾時急幾時慢，呢個節奏我都覺得好緊要。咁我就嘗試喺呢啲嘢度揣摩究竟導演係咪想要咁樣咧？咁我就會嘗試用我嘅節奏嘅方式去將佢想
要或者佢可能想要嘅嘢做翻出嚟俾佢睇。係。明白。即係你其實你嗰個過程中都經歷咗幾步，即係第一步你就會先嘗試去理解，跟住想像導演係想要啲咩，然之後再去配合同埋呈現翻嗰樣嘢。不過好快嘅，其實揣摩嗰刻。係啊。對於我嚟講好快。咁我想問你，譬如揣摩導演想要啲咩？通常例如作為演員咁樣，最好就梗係睇晒成個劇本啦。咁你咪要睇晒成個 storyboard 或者有一個大綱、中心思想咁樣？你係點樣？唔係㗎，佢開頭佢咩都冇俾我㗎。我連個古仔講乜都唔知㗎。咁點樣揣摩咧？我淨係睇佢俾我份 storyboard 咯。哇！即係以小見大喎。係啊，唔知佢特登唔同我講定咩啦？佢冇俾任何資訊我㗎。係啊。有趣。有趣啊！都會嘅，有陣時啲導演就係想你睇下你俾到啲咩係啊 feedback，想同你猜波其實係。佢或者佢唔想我揣摩太多都唔定嘅。都有。你成日就有同人合作，就有呢個估嚟估去嘅好玩嘅地方啦。有陣時。咁如果死啦，一個唔會估錯咗點算啊？有冇得？有陣時可能佢錯咗，但係就會撞到啲嘢出嚟咯。係啊，撞到啲火花出嚟，就喺啲錯誤度走出嚟嘅。咁啊，即係 trial and error 喎。哇！真係試多真啊，真係試試下佢真咗喎。如果錯咗咪試多幾次咯。係啊，係都係咁樣㗎。咁啊，好多火花同埋好多發揮空間會。同埋啱啱你形容你其實做埋 cameraman 呢個角色，我就覺得好有趣喎。因為譬如可能我哋拍片就分好咗好多唔同嘅崗位啦，但係其實反而你做動畫師，你已經係諗埋呢個鏡頭、呢個擺位、呢個島要點樣啊，畫埋出嚟。你 kind of 做埋服裝啊、美指啊、道具啊，咁嗰啲當然又唔關我事嘅。雖然佢嗰啲又唔關我事嘅嗰啲，其實係咯。咁雖然佢 storyboard 有晒基本嘅構圖同埋分鏡啦，咁但係我覺得可能我都會用我自己嘅 art 嘅嗰個 direction 去，可能點樣扭會好啲咧，或者邊個位快邊個位慢，我就會去攞呢啲嘢嚟做一個。我諗叫做自己比較有創意嘅地方就係呢樣嘢。明白。所以原來動畫師嘅工作真係唔簡單，唔係淨係望住個圖啊或者文字啊，跟住畫出嚟就係。原來背後係涉及咁多功夫，同埋仲有機會有咁多自己嘅 input 咯。原來好有趣，好有趣。咁啱啱展鵬哥你講到你點樣畫動畫嗰陣咧，我見你都講到眉飛色舞嘅。咁我就想問下你哋覺得做動畫最 enjoy 嘅部分係點樣嘅咧？做動畫最 enjoy 嘅部分，我覺得係點樣可以將我有嘅技術 input 落去人哋嘅作品度，係啦。因為其實我唔算係非常 enjoy 由我自己去 create 所有嘢，因為我覺得當我由零去到做一樣嘢咧，我會有一個弊病就會思考過多。咁如果我做一啲我叫做服務一啲導演啦，或者係一個作品、影視作品咁樣，咁我反而我會輕鬆啲，係。明白。咁我覺得我呢個位係都 enjoy 嘅，enjoy 過自己由零開始去創作一啲嘢其實。所以你亦都會好享受一個團隊嘅感覺，我哋一齊共同產出一個 project，而唔係自己即係孤身作戰自己一個搞晒嘅所有嘢。因為會攰啊，真係會孤身作戰真係好攰。明白，同埋世外都應該係一個十分龐大嘅團隊咯。因為係咯，你付出咗幾個月嘅時間，只係喺鏡頭我哋見到嘅2分鐘，而呢度係一個好長嘅電影，所以我哋真係唔敢想像背後係花咗幾耐去籌備啊，同埋用咗幾多人力物力資源，好犀利。同埋你哋又互相配合到之餘，就好有趣啦。我覺得做動畫，因為我都有畫漫畫，所以我覺得兩樣嘢最大嘅分別就係，正如佢阿馮展鵬講，就係同人合作嗰樣嘢，大家 build up 咗一個 team 出嚟，嗰個感覺其實係好熱血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即係創作嘅時候，可能唔同嘅 artist 會俾到啲新嘅 insight 你啊，或者做到一啲你原本冇諗過會完成到嘅嘢啊。咁呢啲過程都係非常之
好似開緊一個好大嘅 party 咁樣嘅。咁當然啦，同人溝通本身佢會 consume 好多 energy 啦。咁但係同時之間你獲得嗰個喜悅都係好巨大，同埋大家一齊完成一樣嘢嗰種感覺係你自己一個畫漫畫係唔會有嗰種感覺。明白。即係好似3個臭皮匠勝過1個諸葛亮。而如果咁大個團隊一齊合作，咁就有好多個頭腦，咁就好多火花啦。係唔係你哋臭皮匠？唔係。哦，有趣。好。咁我又八卦問下，你哋當初最受邊一套動畫所啟發而成為動畫師嘅咧？我覺得好中意動畫，細個睇過嘅一定係宮崎駿嘅作品啦。咁我好記得龍貓入邊佢有好多動態咧，啲小朋友係跪住咁樣行，即係佢對於動作嗰個呈現係好有自己嘅好敏鋭嘅觀察嘅。但係如果講當我後嚟大個啦，我覺得想喺香港做動畫一個最大嘅影響就係袁健滔。佢做麥兜嘅時候，我會覺得哇，竟然有一個導演可以喺咁困難嘅情景之下，佢有一種游刃有餘嘅感覺，即係你俾乜嘢佢其實都可以諗到個方法，用最有娛樂性嘅方法呈現，而係跳出咗好多製作上面嘅限制。咁所以我覺得佢喺我心目中入邊嘅影響係好大嘅。而麥兜係咪都係其實係香港第一套即係叫做人所共知膾炙人口啲嘅？甚至去到法國 Annecy 嘅動畫展攞到獎，咁其實係第一套香港動畫去攞獎，咁其實係好犀利嘅一件事嚟嘅。所以麥兜就係你嘅啟蒙老師。係。展鵬咧？正如剛你講咁，細個睇吉卜力嘅作品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係唔會諗住自己應該做唔到嘅。我反而係去到，因為我之後做遊戲，我先接觸動畫嘅。我開頭唔係做動畫先嘅，我係接觸遊戲嘅動畫，所以做動畫。咁之後我係睇好多都細個㗎。其實我比較受影響係押井守嘅作品，都好遠古嘅東西嚟嘅。係。咁到我自己做遊戲嘅動畫，我就會一路揾翻以前我中意嗰啲導演啊，大友克洋啊，押井守嗰啲作品去睇啦，跟住就自己試下睇下得唔得先，咁就慢慢去由遊戲動畫去到 2D 動畫咁樣去做，咁樣去學咯。咁開頭都係臨摹多嘅，係啊，咁就一路做落去就我試下得唔得，又好似得地喎，咁就做到而家。明白，所以你哋都有一個影響自己深遠嘅啟蒙老師，而又唔係話想模仿佢哋或者要點樣，而加入咗好強烈嘅個人風格，而成就到你哋而家呢一步，所以都好開心見證到，同埋今日同到兩位傾偈。多謝。多謝。多謝。